我现在是从芒康去德钦。原本我是沿318国道出西藏进入四川的，但是过了芒康以后，道路施工，还堵车，可能很不好走的。所以我现在决定沿滇藏线，也就是国道214去云南。出了芒康以后，大约经过60公里，一路爬坡、盘山弯路，现在来到了红拉山垭口。红拉山海拔4448米，现在这里还是属于西藏境内。这些经幡好像是刚挂上去不久，很鲜艳啊。在这个观景台上可以一览红拉山的全貌。这里是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看远处那就是美丽的嘎托雪山。走，继续向前，下面就是盐井了。那里有1000年的古盐田，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最古老、最原始的制盐生产方式。看，那里就是古盐田，我就不下去了，实在是太远了。我要先去看看梅里雪山。这就是让很多人都向往的梅里雪山。刚才在这里有一位藏族姑娘跟我说，沿着左边这个坡道下去，可以到达雨崩村，就在梅里雪山的脚下，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梅里雪山，还可以向上爬一段。她家就住在雨崩村。之后去德钦那边也有好几个非常好的观景台，距离也比较近，然后我再去看看。这把是跟你们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他是广西的，我们俩一起准备上丽江去，所以这样约他的。还不让我在这停，只有住在他这才行，我还要赶着去德钦呢。我现在来到了德钦，赶紧吃点饭去了。这个饭馆是这个云南大理的小伙开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青椒炒肉盖饭比西藏便宜多了，15块。我是昨晚上来到德钦的，今天一大早开始下雨，显得特别清新。这里还算比较暖和。德钦县城海拔3400，
现在已经是在云南的境内了。德钦县隶属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。这里的饭馆大部分都是云南大理人到这开的。啥早餐？什么早餐？啊？这个米线是里头就是。米线。我不爱吃米线，我要了个小笼包子，来碗豆浆。看，山上那条路，就是滇藏线国道214。昨晚我就是从那条路下到县城的。冒着小雨，转转去吧。